娘拜下两双呢？到水。所以因为西欧事前部进行去将同安节的太公了，同时还准备了避免武器，哈哈哈哈！我也有。西欧事前部 ，Let's go！ 对民国80年盼到期，宜兰同安节已经盼了20年呢。盼发通的头年就当书房人，几个小朋友也下到他耶。同安节的全名是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今年讲下艺术节，就唔单唱戲教、戲聊天聽，發通還包含咩各國的藝術表演。創作展覽同大型的遊戲，還有國際文化交流，係聯合國的亞洲必須認證，用聲音嚟做主角的藝術節發通哦。我們桃園來的，台中，香港，宜蘭，第2次，大概有5次，今年第1次，想要玩水，主要是在玩水，玩水啊，就是一直被水噴。20年來，講到同安節就會想到宜蘭，總共有超過700萬人次去過，也就會講3米多萬人就13年去參加過。上來叫乜嘅上癮的素材，這邊又會安撫，他人會安關心咯。唔是講社會沒有落去體驗看啊！来，首先跟大家讲，进到戏水池之前，最重要一件事情，看这边，准备就还有他的钞票拿来，告诉大家，后面你准备了什么？毛巾、油瓶，还有鞋子。很好，来，赵医生准备了什么？防晒。对，看不出来，来，文主准备了什么？5、7个挖镜，准备蛋糕，不是肉皮哦。你准备了什么？准备完后的心情。心情也很重要，要调试好。不止这样，今天小欧事件部还前所未见的出动了高科技阿哲。我准备了摄影机，头戴式摄影机，要用主观镜头带着大家一起冲进水池里。Let's go！我是特派员阿哲，我们现在在排队的是飞龙戏水水，它到底有多好玩呢？让我们继续看下去。隐形眼镜已经不见了，不知道自己现在看得到东西吗？因为地图的水动空，所以讲自己用起莫大莫小，这地图完全看不到。我是小欧事件部现场特派员阿哲，我是3点，天气现在是晴天，有点热，然后水池是冰凉的水，有点清凉。这边的人是非常的多，而且我还注意到一件事情，这边竟然有外国人。Where are you from? Australia. Australia. How do you know this place? We just
实在太强嘞，我记他咋轻度呢嘛，叫做瀑布推，这叫什么？就功夫的瀑布。来，你好，不好意思，我是向日平，因为我跟我的伙伴们走散了，直接帮我广播。可以麻烦谢谢你。来宾小欧事件部的所有成员，来宾小欧事件部的所有成员，请您听到广播后，迅速前往逆风天享处集合。所以观众朋友係講，你摸住好老虎下，你摸是朋友，含電在深度低調叫做瀑布推，佢哋啱其實不你深度呢，意思這裡哦。我们的所在位置是八八滑水道，听说这边是人气最高的地方，跟着小记者们一起去体验吧。也嚟食呢隻都搞到 Monkey Kong， 給其他人行呢？我覺得都還挺好玩的。我比較喜歡玩滑水道。哦，那裡有一個滑水道，很好玩。最喜歡的是這個飛龍，是那裡很像彈簧床、跳床、飛船。總體設施上面還不錯啦。好啊。需要增加更多的遊樂設施，我覺得都很多了，所以我都沒有什麼在玩，我都在游泳。這個 CP 值蠻高的，其實就一個人350來說，玩得很盡興。哦，搞得貴教先，連我兩個談嘢都搞得強到難得，唔知你嘅時候見唔見過安多嘅娛樂設施，佢哋最好搞係乜嘢？來，我們來排名一下，好不好？誰可以告訴我你們心中今天的前3名遊樂設施是什麼？我覺得第一名是那個逆風飛翔。理由是什麼？因為它很刺激，而且又很滑，然後很舒服，所以躺在那邊超級享受的。好，第一名逆風飛翔，有人有異議的嗎？沒有。大家不同意嗎？第2名我們要頒給誰？征服雲海。征服雲海。對，就是我們剛噴的那個水柱，就是因為它很刺激，可是有時候會很痛，可是刺激又好玩，所以我們可能12歲以上會比較喜歡。來，我們看了前2名，第3名要頒給誰呢？頒給童玩飛艇。哦，那個我知道，我們一起從上面跳下來那個，可是它不是跟溜滑梯一樣嗎？因為它上面有加水柱，比較好玩。跟你原本預期的有什麼落差嗎？不是，因為我已經來過一次，所以還是覺得它很好玩。還是覺得它好玩，所以頒給他第3名。出來河搞的吼，你嘅設計家兼會體驗嘅貴教先遊樂觀眾朋友，因為你係太攻略，分享一下到底要哪條做得改進，做得變很好玩。希望可以設一些比較刺激的，適合12歲以上的人玩。像我們這種，我會覺得這些遊樂設施很短暫又不刺激，然後水柱又一直衝，就視線會模糊，不好玩。可是短暫你可以多玩幾次啊，刺激相對的是不是代表危險？難道危險的會比較好玩嗎？不一定，像飛艇啊，飛艇就從上面溜下來而已啊。然後，但它的那個高度比較不高，然後又不大。就像剛剛那個滑水道我們玩的，就是因為它原本就我們以為會很長一段，可是它就短短的，又是開放式，就覺得沒那麼刺激，應該是密閉式空間會比較有感覺，然後再加長一點。對 ，OK。然後聰妹呢？我覺得那個飛龍戲水那個，我覺得它應該
会再加长，然后它的速度再加快，有点斜坡，不然就会撞到鼻子，像我们俩就撞到。可是你说要加长加快，你已经这个速度比较慢了，你都撞到了，会不会反而更快、更容易撞到，而且撞击的力量就更大？所以它前后人的放的速度要再差一点，距离再远。小朋友组年纪稍微轻一点点的，有没有什么建议？那个龙，我们就是进去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我带蛙镜，就是大家都觉得不舒服，连我带蛙镜，大家都以为会说带蛙镜可能会好过一点，其实没有啊。其实你带蛙镜也是看不到任何东西，而且它水柱很强，有一些水会渗到那个蛙镜，所以也会很不舒服。那以上是Annie写我台体讲，有冇比较女朋友坐在有一家吸引参考，拿来了同揽这的期间坐在平面里的问题。还有什么活动啊？不太知道哎，不知道。我好像不知道，因为不会去查这个东西，只知道要玩水。游戏天空塔。等一下要带他们去文创区那边走一走。有儿童户外剧场。他们的日下过後，發現大部分的人搶啲水上發通，無就搶上去搞水天天。童玩節南外三太行發通，表演展覽還有交流，係較少人注意到嘅。經過一道設計者設計廣告，發現各個類型藝術台表演都當上人啊！還有世界各地來嘅表演機，搞有眼球嘅就上來一下，睇下人氣咩以後啊！其實童玩節的人氣會按你設計係有原因嘅喲。哦，你搞的貴州些是從係當年將佢50萬年遊客強調聽到南的，當然幕後最大貢獻而感謝係主辦單位宜蘭縣的文化局社會事業部非常嘅勇氣，為大家繞場道童玩節的總策展業也係文化局嘅局長林秋鳳林局長，那麼歡迎局長。大家好，向日葵好，謝謝局長。來，我們今天很難得邀請局長，我們的小記者準備一籮筐的問題要請教局長。來，我們先從張雨瀟開始，你要問什麼？那請問局長，那是因為宜蘭童玩節舉辦了20年嗎？那為什麼他們一直選在宜蘭，沒有換一個地方？哦，你的問題好可愛啊，我喜歡你。因為我們是宜蘭縣政府，我們辦的活動當然在宜蘭哦，對不對？因為呢，雖然辦在宜蘭，但是我是歡迎全世界的小朋友來到宜蘭玩，哎，是這個意思。我們是要營造兒童的夢土。那珍姐，你的問題呢？就是為什麼就明明就是童玩節嘛，可是為什麼玩水的地方這麼多？哦 ，yes， 我告訴你啊，如果我是叫做藝術節，你大概就不會來了。第一個，我夏天不是很熱嗎？大家都很喜歡玩水。我先用玩水把你拐進來，拐進來以後，你就會來看到我們的古玩、我們的當代的創意，然後我們的國際的表演，然後我們還有很多交流的設計，所以你就會慢慢的中計了。請問這個童玩節主要表達的意義是什麼？哦，好。我們舉辦20年，今年20歲，今年的主題是飛啊。為什麼要飛呢？我們都20歲了，還不想要飛嗎？所以呢，每個人來到這裡就是要像一個孩子一樣，不管你是80歲，或者是8歲，或者是18歲。所以我們這裡的專門是打造兒童夢土的專業夥伴。我們每一年有2000個人在這邊等你來。局長視頻是最大公程，我們今天非常謝謝局長帶給我們這麼詳盡的回答。局長講嘅係台風向體驗者，當然你來了解很大關心嘅，包含嘅安全到衛生的問題，因為樣板堅固咧，你先了解下，啱先進來。洗下茶，我一下要夾夾進來喲。遊樂器搞到猛幾跳，按到社會有注意到自己安全問題嗎？因為我同學不會游泳啊，就是擔心他們會不會嗆水之類的。水太深，小孩子下去不知道，然後就怕這樣危險。不要亂跑，要在大人的視線內啊，不然如果滑倒幹嘛都沒人知道。就怕發生那種發現那種危險而已吧。醫務站在那裡吧？不知道。沒有問了，只知道一心想要進來玩水而已。
没有注意到，只是爬有写。这里跟后面。他一开始进来之后会发地图，然后地图上面会有写。为了保护新游客的安全，所以我们来到了医护站，这是我们医护站的负责人。你好，小记者好。因为我看地图上面的医护站只有2间，我想问一下他们的位置在哪里，然后人数够不够？各位可以看到，在水域前面会有一个主的医护站，那另外在后面的恐龙区的地方，我们还有一个后方的医护站。事实上，这边是游客最多的，它应该就是足够的。给你们介绍哦，这边有一位医师叔叔，还有我们的护士阿姨哈，这边都是护士阿姨。那我们外面还有一部救护车啊，所以这样的人是够的。那医护站你们各位可以看到，我们还有很多的一些医疗的器材，我们还有很多的病床哈，那可以让一些想要休息的这样的病人可以休息。那所以受伤的人会从这边进来坐下来，我们就可以帮他做医疗这样子。是，那我有个问题，就是最近因为夏天嘛，玩水，那我们最常看到的伤是什么？就是擦伤，还有裂伤。好，那所以为什么会擦伤跟裂伤？因为泡在水里面久了，皮肤就会变薄了。所以那个如果碰撞或是跟土地这样子大家互相擦撞的话，它就会受伤。就是那如果受伤的地方是比较远，比如说泳池后面呢，或者是舞台那边呢，那你们那个担架还有救护车，他们的动线会不会不方便？事实上我们之前都有规划了哈，就是不管在哪个地方受伤，我们的救护车其实都可以第一时间，因为通道大概大会的人员马上就会把通道大概都会清空，那我们救护车就可以过去了。那如果是在水池，我们可以看到水域里面的话，事实上之前我们也有曾经有这样的案例，就是我们的医护、我们的医师、我们的护理人员就直接跑到那个水域里面直接去做救护。整个动线上面我们是已经都有做很严密的这样子的，在事前都已经做这样的规划了。我知道那个每个游泳池那个水池旁边都有救生员，因为这个我有注意到。对，救生员的时候通常都会穿上工作服，在每个游泳池的旁边就是穿荧光色的衣服，就是有穿红色裤子的，上面要写个十字架。现在小记者们所在的地方是戏水区，我们要来访问这里的救生员关于戏水的安全问题。请问一下，你们救生员通常会站在水池的哪个地方？我们救生员通常会站在水池的后方，我们有固定的定点，然后我们的配备就是哨子，然后公司制服、红裤，然后我们会有协会的标章。关于水上活动遇过最严重的事故是什么？因为我们这边的水域比较平缓，所以目前没有遇到什么溺水的状况，就是顶多是擦伤，还有一些小意外，跌倒啊、跑步跌倒，水上的意外是目前还没遇到。再请问一个问题，就是刚刚看到你们有吹哨子提醒民众，那是他们做了什么举动才会做这个动作？就是做一些危险的动作，或像是跳水啊，还有一些脱序的行为，在水里打闹太过夸张的话，我们就会吹哨。就是制止他们，因为这样会发生意外。我不会担心这些水质问题啊，就还蛮放心的。就是我比较不喜欢有一个水那种味道，然后我目前发现这里还没有。大家都会有那个什么眼睛进水的问题，就是会比较涩。就是会痛。我觉得他们是可以加强宣导一些标语，就是如果要上厕所，一定要出场来上厕所之类的。现在小记者们位于水池边，因为我们来看看宜兰同万节的水质到底干不干净喽，所以我们请来了水质管理师来帮我们看水质干不干净。那我来示范给你们看一下水质检测的部分。那我们现在呢要来检测我们池水的一个余氯量跟我们的 pH 值。好，那我们就是取我们的一个水样，然后到我们的一个检测工具里面。那我们的药剂加进去之后呢，它就会开始有那个颜色的一个变化。那我们把它做均匀之后呢，它就会有显示颜色出来。那我们现在就可以判断说我们现在的一个数值。现在我们看到的一个颜色的部分的话，大概是在1.0。好，那我们的一个 pH 值大概在7.0左右。那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水质的一个
状况。那我们的余氯量跟 pH 值都是在合格的一个范围里面。那另外就是我们会有一个仪器的部分，就是另外有树枝型的一个仪器的部分来检测一下我们现在水质的一个情况。我们一样把它放到我们的一个刚才取样的一个池水里面，那它就会开始有一个数值的一个显示，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 pH 值的一个状况。那我们的现在的一个水质的现况的话，大概是 pH 值在7.11多，大概的一个 pH 值都是在那个标准的一个范围里面。那我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刚才说现在水质都没有超过嘛？那要到几才会超过？那超过的时候又该怎么办？我们的余氯量要控制在，比如说1到3之间，那我们的 pH 值是要控制到6.5到8之间，那我们都是在这个范围里面。那原则上我们是每个小时都会做这样子的一个检测，而且我们有一个自动的一个控制的系统，原则上都不会超过或不足的部分。那除非就是说水质异常来说的话，比如说就是说可能游客太大量一次进来的时候，有可能我们的自动控制的设备没办法做负荷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做人工的一个加药的一个部分。唔但请安呢，当年年下搞到猛起跳，真係冇下過後，空洞都會人氣就會有一群做定五色三分嘅，加到我哋水池度變小頭有分呢，老水寒氣。再個用太麻過的水，氣在元氣嘅態度含入水池帶，再個老水寒冷來，安尼年下長做得落去搞。除了戏水、安全卫生及我们教大家的大攻略之外，童玩节还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童玩小记者。啲童玩节嘅官方網站號有啲童玩小記者寫日報，當然都會有童玩節嘅前時報道。唔過唔咁啲，有啲報道都係國小5年生到高中嘅學生嘅，自家去採訪，自家寫個位喲。當然，主辦單位都會定義來嘅女來做真線韓國訓練小記者，在個地盤童玩節家下，連登落去演技來做採訪。今天我们非常高兴邀请了3位童玩小记者来到现场，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大家好，我是童玩小记者林一峰。大家好，我是童玩小记者游义明。大家好，我是童玩日报小记者叶姿璇。那我们先问你们一个问题，就是你们是各自来这里多久了？今年第1年。我也是第1年来的，是朋友跟我说有这个活动的。我今年是第4年。那是怎么样的想法让你们想要进来？是有兴趣，还是对童玩，就是对童玩节产生一些好奇？我是有一个教导我的老师建议我来这里，加上同学也有来这里参加童玩日报，所以再加上暑假也有很多空闲，所以挑选来这里当小记者。那你们在制作新闻，还有在采访过程中，有没有遇到什么挫折之类的？通常会发现会有一些赘字赘词，然后有时候在采访拍照的时候也会拍到模糊的画面。这位学姐来4年了嘛，你们才刚到，那你有什么心得，或者是想要教他们，我的分享心得给他们吗？好。其实我觉得童玩节、童玩日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家庭，很欢迎这些新血的加入。然后对于新闻采访的过程，不要紧张，要勇敢去发问。然后写稿呢，就是尽量多写，不要害怕。然后改的过程虽然很痛苦，可是对，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会慢慢的进步。然后欢迎你们来到童玩节。好感动的对话。童玩节在開演期間，小記者就準備開編採會議。這是我們每天早上會開的編輯會議寫出來的新聞。像我們今天的新聞就5條，然後後面是我們小記者的名字跟助理，就會分配哪2個人是哪一條現在。再來就會個個去尋資料，韓國去採訪。老國會送出以前，真係重點。你们今天回去看这篇上稿，今天叶之璇他写得很好，他有描述到了
舞狮团队的老师教学时候他教了什么，然后亚美尼亚团队练习的时候发生什么事，关岛团队练习的时候发生什么事，还有你们平常一些句子也是，你们尽量去想，我今天去专访印尼团队或印尼团队的表演，那它跟泰国不一样在哪里？我要用什么去描述它？不要每个都很欢乐、很快乐。到3年路新北度，写有改，改也有写，完全没印证这个IC记者就青菜哦。那以上是我们的采访内容，想要更了解他们的内容的话，就到官网上面去查吧。谢谢你们，谢谢。看你到看你搞的了，又不你喊了上来，依然的国际通案艺术节目。以上是小时节目提一摆城外景的节目内容，喊了精彩内容，下周礼拜六安不了7点半，记得准时收听。小时节目，拜拜。预备，4、2、而且你好，我是你女儿，初次见面，请多多指教。她爸爸是一只猪，哦，她在这边，她画的请瘦身之后变一只比较瘦的猪哦。有跟爸爸说过我爱你吗？有啊，啊，爸比我爱你。小时节目。